如果你打算喺 Honolulu 規劃住宅或者建築項目，你可能聽過第三方審查 （Third Party Review）， 簡稱 TPR。但佢究竟係做咩？又點樣可以幫你更快攞到建築許可呢？我經常收到好多屋主嘅問題，因為大家對 TPR 都有啲困惑。大家好，我係 ProWork Pacific Inc 嘅註冊建築師 Jimmy Woo。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幫手點讚、分享同留言。千祈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影片咯。今日我哋會講一啲比較詳細嘅內容。第三方審查員 Third Party Reviewer 係由屋主聘請嘅服務，由 DPP 認證嘅專業人員進行圖紙審查。通常呢啲審查員都係註冊建築師或者工程師，代表市政府協助審查建築圖紙。咁 TPR 審圖員點樣可以幫你加快許可流程呢？一、建築許可追蹤服務 Permit Routing Service。TPR 審圖員會喺正式送交 DPP 審查之前先做預審 Pre-Screen， 確保圖紙設計正確並且符合相關規定嘅格式。咁樣就可以省卻等待 DPP 預審回覆嘅時間。通常呢個過程要等2至4個星期。部分 TPR 公司亦會安排專人持續追蹤申請進度。二、法規符合性審查 Code Compliance Review。TPR 審圖員會根據當地建築法規審查你嘅圖紙，包括 IBC、IRC、ADA、NEC、給排水法規、消防法規、能源法規等。三、快速審查 Rapid Review。TPR 審圖員可以同建築許可申請流程同步審查，喺圖紙仍然處於預審階段時就已經提供審查意見，減少等待 DPP 審查嘅時間。同時亦可以同設計團隊多輪往返，檢討同修正，直到圖紙完全符合規範。四、更有效率嘅審查同溝通。TPR 審圖員通常都係有多年實務經驗嘅專業人士，會專注喺真正重要嘅安全及衛生法規嘅內容，而唔會只係指出圖紙上嘅錯字或者格式問題。設計團隊亦可以直接同 TPR 溝通，討論審查意見。五、專業整合協調 Discipline Coordination。TPR 審圖員會協調整合建築、結構、機械、給排水、電氣以及部分土木工程圖紙，確保各專業之間一致，而且冇衝突。六、官方核准文件 Approval Letter。當圖紙符合所有規範之後，TPR 審圖員會簽發核准函，並喺圖紙上蓋章，令圖紙可以繼續進入 DPP 建築許可審批流程，通常會比一般審查更快。TPR 審圖員嘅角色其實就好似 DPP 嘅法規守門員，確保你嘅設計符合建築法規。有客人經常會問 Jimmy， 如果我聘請咗 TPR 審圖員，佢可唔可以順便幫我修改建築圖紙嘅設計？答案係唔可以。根據規定，負責審查圖紙嘅人唔可以同時係設計圖紙嘅人，只有負責設計並簽名蓋章嘅建築師或者工程師先可以修改你嘅圖紙。咁乜嘢係超出 TPR 審圖員工作範圍呢？ TPR 審圖員唔會幫你嘅建築師或者工程師重新設計或者修改圖紙，佢哋提供嘅係法規建議同專業指引，實際嘅修改仍然由你原本嘅設計師完成。TPR 審圖員嘅角色係確認圖紙符合法規，而唔係重新設計。即使 TPR 審圖員唔會修改設計圖，佢哋嘅工作仍然非常重要。透過前期審圖工作，確保圖紙符合法規，可以避免同市政府來回修改同等待嘅時間，特別係喺比較複雜嘅案件入面更加明顯。如果你準備喺 Honolulu 開始建築項目，建議可以考慮使用 TPR， 咁樣可以令你嘅圖紙喺送件之前已經準備完善，令整個項目更加順利推進。聽到呢度，你應該會發現，選擇一位合適嘅設計師其實同樣非常重要。一位好嘅設計師可以確保設計符合法規，同時幫你節省大量時間。
如果你想了解點樣選擇適合嘅設計師，可以參考我哋相關嘅影片。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頻道。我哋會持續分享建築設計、建築許可證、申請流程同建築法規嘅資訊。多謝你收看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